其他上新的消息，咱来关心最近台北市有41个里长防指控接受中国的招待去中国迄边游览，即马是互检调约谈。针对外界拢在回讲，这就是境外势力介入选举。中国国台办伫昨暗有做出回应，因是讲正常的两岸交流是趋势，是挡袂掉的。伊嘛讲无寒天会当主动春天到位。毋过，咱的陆委会是批评中国这款讲法是咧硬拗。检调这个月15分做几落路所在，约谈台北市41位里长做说明，因为因被指控接受中国的招待到中国旅游，并且伫马年选举时阵支持特定政党，因为涉案里长人数真多，引起大家注意。会不会觉得委屈啊？没有什么委屈。包括贵人、高雄、甲彰化等地，拢传讲有里长或者是协会被招待到中国旅游。对此，中国国务院发言人朱凤莲19暗回应讲，两岸交流的大势是无法度挡的，任何寒冬拢无法度阻挡春天来到。人民的力量一定会破除两岸交流这条道路上人为的阻碍，但是内容内面并无讲到费用的代志。陆委会也随回击，讲中共扭曲交流的美意，用落地接待友我台湾的基层，讲好听是交流，实际上是操作误导。也若有关村里长到中国接受接待，是毋是涉及到不法？最高检察署也开会讨论认定的标准，上面达成5项共识。根据目前所掌握的境外介入选举案件，总共有93件，涉案198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